每一次 briefing 我都好認真，尤其是今次嘅 Bukit Kera。如果你個 Bukit Kera 都知道，呢度嗰啲分叉路多到好似你身上嗰啲神經線咁。你聽我嗰陣時同大家 briefing 有幾認真先得㗎。往鴨園我哋就出發啦。哇！又見到我個女神啦，真係越睇越中意啊！今年做過一集 Bukit Kera，我話過我哋會做 Unicorn 路線，所以今集就係 Unicorn 路線啦。Bukit Kera 除咗可以做 Unicorn 路線之外，唔講俾你聽，可能你都唔撚知道，原來仲可以做其他途嘅路線㗎喎。有唔有邊位大神可以 share 下 capture 下你行過嘅圖案喺留言度 po 出嚟分享下，俾我睇下你有幾招積啊嘛！如果你哋打算過嚟呢度嘅話，記得一定要學識用 GPS， 你相信我啦。如果唔係，你哋一定會行錯路，尤其是行呢啲圖案嘅路線，因為你喺山入邊行下嘅時候，無端端又行翻出嚟馬路，跟住又唔知點解行下，忽然間又走翻入去山入邊嘅喎。總言之就好似好撚亂水咁啦。順住呢個帕加行落去，陣間喺你嘅右手邊下低會有個窿要你哋穿過去，就係呢個窿啦，唔使驚。總言之你踎低啲，縮埋你嘅頭就可以過噶啦。關難過啊，關過。仲有遇到冧雪嘅位置，過咗呢個冧雪嘅位置，你哋就要有個心理準備啦。呢個 Unicorn 最刺激嘅一段路係一路咁谷翻上去 Starbucks， 點解會有 Starbucks？ 我都唔知點解，應該起碼呢條友中意飲 Starbucks 啩。話冇咁快，我哋話到咗 Starbucks 呢度啦。呢度嘅空間唔算好大，不過用入20-30條友冇乜問題嘅。今次 Bukit Kera 我哋帶住200幾個 hiker， 要確保喺咁多個分岔路入邊都要做好所有麥經，所以 trail marker 係好重要噶。視頻睇到呢度都已經接近視頻嘅尾聲。今次 Bukit Kera 總共行咗9個公里4個小時左右，最值得開心嘅就係冚唪唥人都安全出翻晒嚟，仲做埋 check up 添。呢啲咁高興嘅時候，整翻個百佳一嚟上下先。又係時候帶大家去揾靚嘅食。今次又嚟翻熟悉嘅地方，新永年茶餐室。上一集係食佢嘅蝦面，今次就唔一樣啦，特登嚟食佢嘅豬肉粉。豬肉粉齊佢。等我試下佢啖通水先。我自己個人口味10分係俾100分，係我自己個人口味啊。今日冇浸冰，冇問我點解，拜拜啦。